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12日，旧历的正月19，礼拜三。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是无受控制。即摆桃园机场入境，除了有发烧的体检之外，为昨开始，不管咱是为倒一个国家回国，无分国籍，拢爱写健康声明书。因为这个政策发布甲真突然，有一寡航班未赴应变，立刻是落飞机才开始来写。结果，这个机场出关的所在，人是排甲长。陆委会昨提出的政策，中国籍的配偶，若有未成年的子女留伫咧中国无人照顾，会当提出专案申请来台湾。这个政策是紧急法庭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中昼宣布，中国籍的配偶子女，若无咱国家的国籍，也是袂当入境。替人去倒写，后面排的人是有够济，镜头强要摄入的呐，佫看无尾，所有人拢挂嘴暗，慢慢啊行。本来是干那针对中国甲港澳入境，也是有理由说旅客需要写入境健康声明卡。昨下晡3点开始，扩大到所有入境台湾的旅客。第一时间和发烧的体检站这边，强要消化袂去。3点15分到为杜拜飞到桃园机场的445个旅客是头一波，所有人到4点才全部交出健康声明卡。还蛮久的，20半小时。政策是临时宣布的，飞机顶面大拢袂附写，一个落地关键所在写，连服务台嘛拢是人。健康声明卡必须爱详细写，敢有发烧、咳嗽，以及敢有去过中国、港澳等地区。昨晡夜仔入境的班机人就无遐济啊。陆委会昨嘛宣布讲，中国籍的配偶，若是讲有未成年的子女留伫中国，而且无人照顾，乡亲如果伫台湾会使甲移民署申请来台。不过这个政策紧急法庭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中昼宣布讲，这未成年的子女若是无咱国国籍，依然袂使入境。